女跑手有冇試過跑下嘅時候覺得膝頭同埋髖位唔舒服，甚至 ITB 痛？其實研究指出，女性跑手嘅膝同埋髖受傷嘅風險都比男士高2至3倍。你又知唔知點解會咁呢？女性天生骨盤比較闊啲，所以 Q 角即係大腿同埋膝頭之間嘅角度通常都會大啲。呢個結構令你跑步嘅時候，大腿骨更加容易往內旋，而膝頭哥就會向咗外。呢個組合會令髖關節同埋膝頭髕骨嘅外側承受更加多嘅壓力。所以 patellofemoral pain 同埋 ITB syndrome 喺女跑手身上面特別常見。呢啲唔代表你唔適合跑步，關鍵係通過加強髖部同埋大腿嘅肌力，改善髖部嘅控制同埋穩定性，從而減少膝頭同埋髖關節嘅受壓。所以如果女跑手們想跑得又遠又健康，記得做足預防功夫啦！記得 save 低同埋 share 俾同你一齊跑嘅女跑手啦！大家如果有任何嘅髖部或者膝頭嘅痛症，記得 DM 我哋查詢。